第二周，禮拜六，撰稿人陳榮豐。馬太福音第7章1至14節：你們不要論斷人，免得你們被論斷。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，也必怎樣被論斷。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，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。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對你弟兄說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這假冒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後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聖物給狗，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，恐怕它踐踏了珍珠，轉過來咬你們。你們祈求，就給你們；尋找，就尋見；叩門，就給你們開門。因為凡祈求的，就得着；尋找的，就尋見；叩門的，就給他開門。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，反給他石頭呢？求魚，反給他蛇呢？你們雖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，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，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麼？所以無論何事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，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你們要進窄門，因為引到滅亡，那門是寬的，路是大的，進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門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經文內容：呢段經文涵蓋咗天國子民喺人際關係、同上帝關係同埋個人抉擇上嘅核心智慧。首先，耶穌用嚴厲嘅口吻命令我哋不要論斷人。佢用眼中刺同眼中梁木嘅誇張對比，指出我哋喺論斷人嘅時候，往往忽略咗自己身上更嚴重嘅問題，係一種屬靈上嘅假冒為善。跟住落嚟，耶穌轉向我哋同上帝嘅關係，鼓勵我哋以祈求、尋找、叩門嘅積極態度嚟親近上帝，並應許嗰位如同慈父嘅上帝必會將好東西賜俾佢嘅兒女。跟住佢講出咗人際關係入面嘅黃金法則：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。最後，耶穌用寬門同窄門嘅比喻嚟作結，呼籲聽眾作出一個清醒嘅抉擇，要走上嗰條需要刻意尋找、看似艱難卻引向永生嘅窄路。細思慢想，呢段教導嘅開始，就係對付我哋內心最幽暗嘅角落——驕傲同論斷。大齋期正係我哋省察自己眼中梁木嘅時刻。論斷嘅根源係將自己放喺審判官嘅位置，忘記咗自己同樣係需要上帝憐憫嘅罪人。當我哋停止論斷，承認自己嘅盲點同軟弱嘅時候，先至可以真正謙卑落嚟。一個唔再論斷，認識到自己有梁木嘅人，自然會轉向上帝，祈求、尋找、叩門，因為佢知道自己需要光照，需要醫治，需要恩典。耶穌喺呢度給予極大嘅保證，就係我哋嘅天父唔係苛刻嘅審判官，而係樂意賞賜嘅父親。當我哋經歷過天父係點樣用恩慈對待我哋，就會學習以同樣嘅恩慈對待他人。我哋希望被理解，所以我哋學習去理解人；我哋希望被饒恕，所以我哋學習去饒恕人。
窄門呢個比喻係嚴肅嘅呼召。跟隨基督嘅道路，從來都唔係一條任人隨波逐流嘅康莊大道。佢之所以窄，係因為佢要求我哋放下論斷嘅權利，承認自己眼中嘅梁木。佢要求我哋放低憂慮，單單信靠天父。佢要求我哋放低自我中心，學習寬恕。呢條路需要我哋付上代價，作出抉擇。大齋期嘅克己操練，正係幫助我哋練習走呢條窄路，捨棄嗰啲令我哋偏離正道嘅行李，輕裝上路，奔向永恆嘅生命。向上帝祈禱。滿有恩典嘅天父，我哋嚟到你面前，承認我哋心中充滿咗論斷嘅梁木。我哋輕易睇見人哋嘅過失，卻係對自己嘅罪視而不見。求你赦免我哋假冒為善嘅罪，賜我哋謙卑受教嘅心，先省察自己。求你賜我哋勇氣，走上嗰條通往生命嘅窄門，即使路上滿有挑戰，亦都因為信靠你而有力量前行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行出真道。今日，當你想起一個你唔係咁鍾意，或者同你有過節嘅人嗰陣，唔好停留喺負面思想入面。相反，為佢嘅一項優點，例如係佢嘅恩賜，或者佢做過嘅一件好事，向上帝感恩，並祈求上帝賜福俾佢。呢個行動就係選擇怎樣待人嘅具體操練。反思問題。回想最近一次你評斷別人嘅經歷，如果用梁木同刺呢個比喻嚟省察自己，你當時眼中嘅梁木可能會係乜嘢？對你嚟講，走上窄路最大嘅挑戰係啲乜嘢？你點樣喺祈求、尋找、叩門嘅應許入面，得着走落去嘅力量呢？